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吧，我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拍手来敬拜他。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声，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
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遵从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创造太阳、月亮、星星，大地的主宰，古老到永久，你是生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的美好建立在我们跳动的生命，带领我们走过许多个年头，眺望教会的宣教之火。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创造太阳、月亮、星星，大地的主宰，古老到永久，你是生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的美好建立在我们跳动的生命，带领我们走过许多个年头，眺望教会的宣教之火。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
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是的，主，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慈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有福分成为你的儿女，在这里一同敬拜、唱诗歌、赞美你。主啊，我们能够认识你，得着救恩，实在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进入你的圣殿，因为你的慈爱无限，你的信实广大。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常常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若有任何的过错，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知道不知道的罪，让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眷顾台湾，赐给总统执政团队有聪明有智慧，来处理国内外大小事，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神，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能够引领他们行公义，好灵敏，谦卑与神同行，也能够明白人民的需要。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特别7、8月份有国内外短宣队、加百列剧团今天南部的宣教，求主带领他们出入的平安，一切活动能够顺畅，圣灵能够运行在当中，让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引领更多的人认识神，能够来得着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顾念人、医治人、灵悯人、安慰人的神。你深深知道我们的需要，特别在教会的当中，有身体欠安，目前在做化疗的，心灵软弱的，学业工作有压力的，经济有困难的，最近有丧失亲人的，求你依照每个人不同的需求来看顾、带领、医治和安慰，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困难中随时的帮助。今天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求你带领牧者、宣教机构，透过文字的传道，许多事工的推动，能够带领人明白福音的好处。我们再次把今天早上的聚会仰望你的手中，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个会场中，张牧师所传讲的信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着益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下。接下来欢迎来宾，不晓得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哈？好，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欢迎张德林牧师前来本会证道。7月12号晚上7点半，佑星幼儿园于礼拜堂举行第50届毕业典礼，当天的祷告会于2楼办公室举行。7月5号到10号，本会许牧师师母前往马来西亚新山圣光堂。7月丰盛人生可至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8月4号圣礼典第2堂有洗礼，以下是报名洗礼者，请代祷。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利未记，邀请兄姐踊跃参与。另外，若有完成11次进度者，可至招待桌领取灵修的书籍。以下是国内外福音服务队场次时间，请代祷及奉献。服务福音队士林场7月17到19号中午11点40到下午1点，征求8名协助分发午餐的志工，译者请向办公室报名。7月26到27号，袋鼠爸妈小组于淡水举办妈妈必进之旅，欢迎家中有国中以下孩童的妈妈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办公室或以文传到。爱家团契举办加拉太书研读讲座，以下是各场次时间，欢迎报名参加。教育馆之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至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好，这里有一个补充的报告哈，教育馆建筑委员会决议哈，配合使用执照的申请。那我们今年小猪回家的奉献定在那个7月21号，还有11月24号。因此，能够请兄姐记得在7月21日能够将小猪带来礼拜的时候，一起来奉献。7月21号，好，以上是我们的报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圣经路加福音1章1到4节，在圣经新约的和合本85页，圣经新约和合本85页。1章1到4节，第1章第1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实现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我也想按着次序写给你，要让你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我们再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在周报的第1页哈，金句，好，周报的第1页，我们一同来念2次哈，在周报的第1页，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6章34节，预备来，那马太福音6章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盼望这些经文能够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帮助。接下来正道，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张德林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正道的题目是文字的重要性。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到我们士林教会，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是总会所定文字施工纪念主日，也特别要为了台湾教会公报奉献。那我受派到我们中间，我就用路加福音书第1章1到4节，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以及文字的重要，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拿破仑打埃及的时候，为了防御工事，必须要挖战沟。结果在挖战沟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叫做 Orincicas， 中文翻成厄西林谷这个地方，挖到大批的文件。这些葡萄籽因为当地的气候非常的干燥，所以几千年都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拿破仑回到欧洲的时候，就把这些文件带回到欧洲，分送给一些图书馆。这些希腊文文件刚开始的时候，引起各图书馆很大的兴趣，说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当学者仔细去钻研的时候，才发现那些只是一些商人的契约、收据、夫妻之间写信的信札，如此而已，没什么值得研究的。所以很多人就把它束之高阁，就收起来，就不再研究了。一直到19世纪末，德国有一个学者叫做Adolf Deismann， 戴斯曼这样的一个学者，在他之前在研究新约希腊文。新约希腊文就是包括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一些使徒所写的一些论著福音书的书籍。新约希腊文以前在研究的时候，都一直觉得很奇怪，搞不清楚这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希腊文。怎么讲呢？因为它的单字以及它的文法不同于古典的希腊文，跟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的希腊文不一样，单字不同，文法也不同，也跟现代的希腊文也不一样，单字不同，文法也不同。所以早期的研究者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给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圣灵的希腊文。这是圣灵亲自感动了，所以单字文法不一样。这样子的说法倒也让大家接受了一阵时间。可是到了我刚刚所讲的19世纪末 Deismann 这个学者出来以后，他就觉得有点奇怪。拿破仑拿回来这些文件呢，他仔细的跟新约希腊文一比对单字文法几乎将近完全的相似，也因此他就把新约希腊文定成一个希腊文的一个时期，叫做希腊普通话的时期。这是在古典希腊文在现代希腊文之中有一个希腊普通话的时期。这个时间从主前300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一直到主后330年，沿着地中海沿岸当地的人民一般日常说话的希腊文。藉由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早期认为说圣灵的希腊文是不妥当的，这不是圣灵的希腊文，这是平常百姓的希腊文。上帝的话语是用白话文启示的，不是用文言文启示的。因为这些文件本身是一个证明，这些是主前300年到主后330年这一段时间，一般老百姓在用的希腊文。上帝的话语是用
平常老百姓的话语说出来的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哈。上帝的话不是用行此以义我也这种文言文讲，是用恁就安尼行来纪念我，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文字的第一个功能是证明。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希腊文呢？这些文件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这些文字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学者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文字的功能，第二个是传达。你们后面有周报，周报有我今天的讲章。今天如果听不清楚的地方，你回去再读。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借着文字再次传达给你。文字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传达。你们以前在中学、在小学、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你们教科书、你们参考书以及你们念的课外读物，那些文字都是一种传达，传达某种信息、某种知识、某种真理，传达给你们。文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传达。宗教改革在教会史是一件大事。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天主教可以介入各国的政治，这以后政教分离。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天主教可以向各国的农民收税，可是这以后天主教的势力就渐渐衰微。宗教改革之前强调解释圣经的权利只在传道人，只在神父，只在主教。可宗教改革以后强调每个人都有读经的自由，每个人可以从他对圣经的领悟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宗教改革之前，职业二分，所有的职业只有两种，一种是神圣的传道人员，一种是世俗的。世俗的，不管你是医生，你是律师，你的职业那个高度都不能高过于传道人员。传道人员是最神圣，是最高的。可是这以后一再强调万民皆祭司，所有的职业只要是他为上帝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面前，那是为上帝而做的伟大事情。讲到宗教改革，我们一定要提一个人，那个人是马丁路德，这个我就不用多解释了。马丁路德在1517年在威登堡教堂贴出95条抗议文，在那个年代16世纪初的时候，他几乎用尽他的力气，不止写抗议文、演讲，用各样的方式在攻击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在当时他的抗议的内容里边有几句话是用文字写下来的，我现在用叙述的传达给你们听。我相信这些文字所传达出来的话，到现在你还可以感受到马丁路德的热情。我举一句话：忧伤痛悔的人不需要赎罪券，够白了吧？忧伤痛悔的人不需要赎罪券。我再举一句话：我们应该建立活的殿，我这个生命应该建立起来。其次是地方教会，最后才是圣彼得教堂，同意吧？赎罪券转移人的爱心的注意，并导引错误的安全感而阻碍了救恩。第三个，用赎罪券买赎罪券而不救济贫困，得到的不是上帝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这些都用非常白话的，我们到今天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文字，我把它念出来的时候那个活力。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神学、当时的诉求以及当时的那个尖锐性。请问，我刚刚所念的那些用文字写下来，我念给各位听的，以及我们今天所念的圣经，路加把所有的资料从头到尾都仔细考察过了，按着秩序写给我们，也是文字。不要忘记，整本圣经，我们说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准则，
都是文字工作，它不是用绘画，不是用雕刻，不是用舞蹈，也不是用音乐。我不是说其他这个不重要，可是你必须要正视一件事情，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文字工作，用文字呈现出来的。当时就借用这样的文字，震撼当时的世界，震撼当时的欧洲。文字的传播，我们刚刚念16世纪的话，到今天我们感受起来，都还感受到当时的那个对立性，还感受到当时的思想，当时想要传达出来的。到今天，我们也要想一件事情：文字在整个台湾的历史上有没有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我必须要提一件事情：1875年来到台湾，来到佛摩萨的巴克里牧师，他在台湾当宣教师。当时在当时仍然属于清国的台湾，当时的人90%几不认识字，不认识文字。当时的人这样讲，用台语讲，讲汉字啊，读到慢吼，喙手会拍干了，听得懂吗？汉字呢，读到慢吼，喙手会拍干，读不懂啦。请问各位弟兄姊妹，当时没有波波摩佛哎。当时怎么念一个字？东边的东，他说东德宏切，上面的的念跟东一样，下面的韵母念红，东德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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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东东东东东，就这样出来了，这叫反切。那个年代念音是不是像你讲德翁东就出来了？那个年代是这样念书的。台湾90%几的人是没有念过汉字的，不认识字。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念历史，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巴克里是很重视文字工作的。首先，你知道他翻译白话字的圣经，那是文字工作啊。而且你要记得，1885年他创办东亚第一份报纸是哪一个报纸？台湾教会公报。而且这份报纸，各位请不要忘记，是用闽南语记的，用台语记的，用北话字记的，一直到1969年才被国民党政府禁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用母语帮我们用一份报纸，然后写圣经、写教义、写人物传记、写历史、写地理、写等等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份台湾的历史的百科全书。我们知道，你如果念过巴克里的资料，你知道他是一个很坚守长老宗主义的一个人。那我们整个长老宗主义是在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这个系统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派。那这个教派我们很强调圣经的权威，所以巴克里也很强调圣徒要读圣经。可是我刚刚讲过了，信徒不懂字，你怎么叫他读圣经呢？我念教会公报第1期，没有几页啊，我念一段给各位听。我先用台语念，然后再把它翻成国语哈。所以，阮豆豆苦劝，恁着读册来看圣经，毋望恁哪久哪捌上帝道理，也毋免得靠我靠牧师还是传道理的人来讲道理，互恁听。因为恁本身看圣册，受圣神的感化，虽然无人来教示恁，犹久会知上帝旨意。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啊，东德宏切，东，哇，这个怎么念法？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少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说白米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捌。我简单把它翻成国语哈。所以我们一直在劝告你们，你们要读经。希望你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道理，也不必一定要依靠传道人或者牧师来
讲圣经的道理给你们听，因为如果你们本身看圣经受圣灵的感动，就是没有人教导，你们也会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惜你们国家汉字太难学了，很少人看得懂，所以我们用别的方法，用白话字来印书，让你们看得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可以看见说，巴克里他很坚持文字，因为他确实知道文字的传达性是相当的深远，可以穿透时空。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刚刚提到教会公报哈，这是一份有圣经、有教义、有地方教会消息、有人物传记、有世界新知有历史、有地理、有科学的报道。文学题材上有散文、有诗歌、有戏剧、有小说还有谜猜哈。他常常上一期用一个谜，下一期就叫你去读圣经几章几节用这样子用一些比较活泼、比较生动的方式，让你不断的去碰触教会罗马字。那这些教会公报里面的这些文字工作哈，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表达文字的传播性是有多强。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我举1895年，我们对历史的时间比较敏感的人就知道这一年是哪一年。1895哪一年？日本人攻打台湾哈。那清帝国把台湾割让掉哈，注意并没有让台湾人知道。台湾人知道台湾被割让是从洋行知道的。生意人最敏感的，哪里做生意有危险了，他马上知道，赶快要躲避，赶快要迁离，或者留在原地要怎么应变。生意人最敏感的，所以洋行知道这个消息，就讲给本地人听。结果本地人一知道，群众哗然，台湾内部人心哗动，把当时的那个巡抚唐景崧把他硬留了下来。唐景崧留下来，5月23日成立了台湾民主国。这段历史我想大家都很熟，我不用在这里多费口舌了。板桥林家林威远当议长，邱逢甲当副总统，刘永福当民主大将军，就把一个国家的体制大致的就这样撑起来了。结果呢，念过台湾史的人就知道，到6月4号。时间差不多经过10天而已。唐景崧当了10天的总统，他当时写的“伯里席天德”，我刚开始念的“伯里席天德”，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叫 “president”， 翻成“伯里席天德”。当成10天的总统，他就溜了。怎么溜？我告诉你，教会公报都有记载。所以我常常讲一件事情：研究台湾史的不只要懂中文，要懂日语，要懂英文，还要懂台语要懂教会罗马字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资料，像刚刚我讲的唐景崧，他要走就是给钱给他的那个守卫队你们网开一路，让我跑到外国的船舰上，让外国船舰把我带离台湾吧。唐景崧跑了，刘永福到年底，他将近年底10月20号，也在台南装成一个老阿伯。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坐英国的船舰跑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清楚？这件事情后来台湾人知道了，台湾人就用一个俗语在考试，在讽刺他，说阿伯浪杠。台语在阿伯浪杠在讲刘永福他抱了小孩子，把他的兵都留在那个地方，生死不管，自己抱了小孩子。逃到那个船上，船上我后来才知道，在教会公报里面写，说那个日本兵明明得到情报，说这个船上有刘永福，上去查，怎么都没有，船过海峡中线，这明明有这条消息是确实的，再跑上去查又没有，后来才知道，刘永福装成女装他在女仓，日本兵第一个直觉反应。他在南昌，你到南昌，你再怎么找，永远都找不到。他在女仓，
阿伯让杠。好，我们说唐景崧，我们说这个刘永福，通通跑了。我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邱逢甲呢。我今天讲文字的传达性，我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哈，就可以知道说，历史哈总会记下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知道某一些时候的人做了一些坏事情哈，总要到后来大家要算总账。邱逢甲，我们现在很怀念他哈，我们还用一个学校的名字来纪念他。什么学校？逢甲大学哈。我仍然用台语念一遍，国语念一遍哈。论日本的军兵来台湾山，有兵勇甲土匪咧抵挡因，总是无法度因。遐民主官有诶真了然呐，收拾行李，暗前走过内地，亲像阮遮有一个进士邱逢甲。做义军的总办，伫台北收兵倒转来，线营伫5月21，这是农历啦哈。伫5月21暝，搬家官逃走过去，放伊的兵伫遮。简单的说，就是这些民主官哦，实在是很不可爱。他们回来，兵还没有散，自己把自己的家眷赶快就送走，跑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放他们的兵留在这里，是死是活也不管他们。5月22天未光，遐义勇的兵听讲总办走，总是唔敢真信，就去总办的厝看无人，才有诶煞摕物件。到较晚，因的兵勇拢悄悄知，遐兵的口娘袂清楚，要因的哨官清晓，迄叠兵真乱。有诶去总办的厝摕伊内面的物件。23日，兵阁去总办的厝摕粗肥腊肉、门汤糊饌也交去，连鱼池啊底鱼啊煞掠，厝内一阵清气。这一段的大意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士兵听到这个消息，不敢真信，不敢，就那个。等到我死以后，你再来讲嘛，割让台湾，结果怎么还没有战到最后，自己就先跑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所以不敢真信，说有的兵那个考量还没清楚，就是有的兵啊，那个薪水都还没有讲清楚，所以大家都慌慌然，到最后大家都去他的家，怎么做呢？拿他家里面的东西，把他那不值钱的东西也拿了，门汤糊饌啊交去，就连这个窗子都把它都把它拆了，拆到没有东西拿，连外面鱼池里面的鱼也全部抓光，出来一阵清气，拿到怎么样？房子里面干干净净的。这一段文献大概国民党的课本不会告诉你们，只有教会公报记载。我讲这一段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事。连雅堂的《台湾通史·邱逢甲列传》，他这样讲。以前看他讲这句话，我们不太了解他的意思。我看了教会公报，我才知道，原来他干了这种好事。说成败论人，无所不喜，独习其为吴汤兴、徐湘愁耻笑了。要用成或者败来论一个人，我不喜欢。成有时候是好运气嘛，败有时候他是坚持他的气节而死嘛。这不能用成败来论人，我不喜欢这样子。只是我为担心众人，有一天到阴间里面去，他碰到吴汤兴这个人在八卦山跟日本人苦战10天而死，徐湘也是这样子，他碰到这两个人，而这两个是他部下哦。他碰到这两个人，他脸要往哪里放？对这件事情，我刚刚提过，我们成立逢甲大学，我们刚刚读了，在1895、1896年的一些资料，
传达到我们今天，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的认知有一点点可笑？我们到底要纪念邱逢甲是纪念哪件事情？人家捐了20万两银，要他去建立民主军来抵抗日本，他20万两放在口袋里面就这样走，你是纪念这件事情吗？还是纪念他把他的士兵全部都丢在台湾，自己一个人溜掉？谁在建立品德，谁没有建立品德？历史上我们通通看得清清楚楚。我常常讲，像这种事情，通过历史穿透历史到我们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文字的传播，我们会反省我们以前所知道的一些资料，我们那些信念对的吗？要好好反省啊！我们还在纪念刘永福不要让杠民间已经是在耻笑他了。这个人抱着的囡仔这一让杠，可是我们今天还用永福路还在纪念他不是吗？我们周遭不是这么多荒谬的事情吗？当文字传达到我们今天，把原始的文件通通把它翻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要反省。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怎么安排以前的这些事情，安排以前这些人，我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角度重新去解释这些事情。文字的第二项功能，传播，从1895-96年传达到今天，这个传播的功能就让我们刚刚脑筋里面起了一个革命了。最后一个文字的功能，它给予人力气，给予人力气。我后面的那个文字稿里面，我写1867是错了，是1886才对1886把它改过来。1886年，台湾教育公报刊载了新楼女中，就未来的长荣女中的那个招生的消息。我先这样讲我先讲女生受教育好了。我的讲道时间是到几点？我讲开了呢。我这应该几点停？10点。10点好，我后面速度就快一点。我看到我们下面有很多的姊妹有些年轻的姊妹，感谢上帝。你们不知道以前闽南人我不知道其他的族群怎么样对待女性，闽南人对女性是很残忍。我曾经看过闽南人留下了一个小册子，生下是女孩子就把她淹死在水缸里边，还画图教你怎么淹女生。我们清光绪3年，我们有一个宣教师在台南市，半夜12点都起来在外面走来走去，干嘛？看有没有人生了女孩子把她丢出来的，没有淹死丢出来已经不错了。然后清光绪3年，这位宣教师把他们收留养育，成立一个女孤儿院。这是在清朝的时候不要讲念书了，那个时候谁念书啊？好野人早囝啦，有钱人的女儿啦。而且我告诉你念什么，第一个大概念到12岁就不用再念了。第二个念什么？念那个爸爸在就跟爸爸，丈夫在就跟丈夫，丈夫不在就跟儿子，3从4德这种东西。汉字念那么多干嘛？儿子将来做生意失败，寄个信回来说：“妈妈，我缺多少钱？”那几个字看得懂就好了。当时的女生是这样对待女生，可是台湾开始对这些女生开始有
他的课文是真正的寻求知识，在什么时候？1884年马偕设立的复学堂，1887年台湾设立的长荣女中，当时的信柔女中。信柔女中要设立的时候，我很快的念一遍哈，在1887要设立，1886看了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我很简单的念给各位听哈。第一个，说要来念的女孩子最少要8岁，所以长荣女中最开始是小学开始的。第二个，女孩子要自己准备床、蚊帐、棉被以及其他不用带，因为家具我们已经帮她准备好了，你只要把自己的衣服带来就可以了。第三个人如果要来半年，要带2个过重银来当他的伙食费。第四个要学的东西，注意听哈，白话字、语文、写字、语文、算术，这属于数学的部分，以及各样的女工，现在技职教育。已经不是叫你念3从4德了哦，这个是一大革命哎，这是一大革命哎。第5个，我们会请人帮他们煮饭，做比较出众的工，其余比较轻松的你们也要自己做。第6个，所要用的书、纸、笔墨，我们都帮他准备好了。最后一个，所要来念的女孩子，最重要不要绑脚，若已经绑了的，请把它解开。这是台湾第一份解放文献。不要束缚女性的身体，也不要束缚女性可能发展的心智。如果已经绑了的，请把它解开。已经绑了的，就给它套。台湾第一个解放文献。文字给人力气，所以不管早期长荣女中也好，北部后来的淡水女学校，出来有很多相当优异。比方说，台湾第一个女医师蔡阿信，淡水女学校毕业的啊。蔡阿信怎么可以在当年代念到医专，回台湾当医生，当妇产科医师，而且留了那么多的故事在台湾？很简单，他所成长的教育就在教会的女学校里边。文字的功能，我们说第一个证明，第二个传达，第三个给人力气。我相信今天再怎么样用什么各样的方法来演变，我想文字还是改不了，文字还是必须的。你就用手机还是都用文字呈现了，它就用图画呈现，我想应该还是少数了。这种比较古老的方式，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教会公报，我想一直坚持，从一开始一到今天，努力在做文字传达，给人力气，等等这样的事工，希望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是教会公报的纪念主日，我就用这样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只赏赐我们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救主，你也赏赐我们台湾巴克里牧师，在1885年为我们创办台湾教会公报，在那样子没有报纸、没有文字的年代，他帮我们成立白话字，让白话字成为我们的阿嬷、我们阿公那一代以及他们之前的基督徒心灵的安慰。他们借着这样来读圣经，借着这样来了解世界的消息，这样来了解新知，这样来接近近代文明。主，我们感谢你，他们是最早台湾接近近代文明的人。主，感谢你赏赐我们巴克里。我们也今天要再一次为教会公报祷告，求你让秉持这样的信念继续往前。软弱的，求你让他给坚强。忘记以前的
意向的，主求你重新给他意向，帮助他们发酸的腿重新再站立起来，继续往前跑。果然在这个时代再一次创造另外一次新的奇迹。我们把台湾教会公报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回应我们的主。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显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求你坚固我信心。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彰显你荣耀。请坐下，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完，我们请张牧师祝祷。请大家起立。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我们一起领受上帝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是我苏醒，重新来过，世界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圣诗26首。当阮感谢上帝，咱要先来吟，先来读歌词。请献开的做伙来。26首，当阮感谢上帝。好，先来读歌词吼，第一节。当阮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主行奇异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阮对舞台出世，伊就赐福无离，用伊无数仁爱，今日遥地等待。第二节，恳求是阮上帝。一生甲阮相伫地，使阮喜乐心肝，耶稣平安甲阮住，用伊恩典保守，艰难得到讨救，带阮脱离灾害，现在煞到将来。第三节，俄罗斯感谢一切归乎俾上帝。也归圣囝圣神，伫极权奖励万民，三一永活上帝，上赞遍满天地，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学乐敬拜。好，咱做伙来吟诗吼。第三节。好，续接来吟195首。先来读歌词：我的心是土地，我的心是土地。第一节，请做伙来读歌词吼。我的心是土地，爱种落你的话。若是温群栽培，就要结实多多。第二节，你的话是种子，伫我心紧不厌，灌压圣神活水，就要结实蕊蕊。第三节，主的道是真理，要长大伫心里，时常勉励教示，行达合主旨意。好，咱做伙来吟诗吼。我的心是
节。你的话是真挚，伫我心紧不移，关后心事我醉，就要假死一蕊一蕊，主的道是真理，要中大伫心里，是上免的果实，行到好主治。再来吟一遍哦，第一节。我的心是土地，爱情路，你的话，若是阮苦，再爱陪，就要假死做第二节。你的话是真挚，伫我心紧不移，关后心事我醉，就要假死一蕊一蕊。第三节。主的道是真理，要中大伫心里，是上免的果实，行到好主治。老师，今到这，请咱闭目心来敬拜。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时请咱用敬虔的心来到主的宝座前，咱要同心来敬拜，请奏乐。求你用大恩款待你的奴仆，互我得着我就要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伫地上是做假脚的，求你毋通对我隐瞒你的诫命。当心吟诗俄罗上帝，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同齐起立来吟诗俄罗主，圣诗26首，咱要吟全首。主
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的信实极大，你的恩典极深，你的疼痛充满伫万物。全能的主，阮要伫万民中来感谢你，阮要伫列邦中唱歌来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你的信实那强壮遐尼阔。愿你的性命得到尊重，愿你的阳光遍满伫全地。恩典的主，伫你圣的主日，愿同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到你的面前，聚集伫你的宝座前，恳求你撤销阮的污秽，赦免阮拢总的罪过，搁使阮有正直清气的心神，通来敬拜你、学乐你。通来尊重你，亲爱的主，你是宣教的主，阮要为着阮的教会所领受的宣教异象来祈祷。伫暑假的中间，阮有侪国内国外的宣教福音的事工。感谢主，你有呼召教会侪青少年以及阮的兄弟姊妹。愿意奉献家己，成做宣教的福音使者，去到伫你所呼召的所在。求主赏赐气力、帮赞、扶持、引带，互阮的教会伫宣教的事工顶面，袂当甲主你来同工。伫主你所带阮去的每一个角落，主你所呼召阮做的事工，拢会当伫遐也落福音的种子。也互遮个种子会当结实百倍。恩典的主，愿要感谢你，你互阮的教会有异象来起造教育馆。感谢你引带保守，伫几年的中间，阮的教育馆渐渐起造。但即时，阮看见真水的外观，主，阮也看见。内部也有侪要整修的作业开始展动，主有侪细节遐工程在进行，愿要恳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引带，也恳求主你赏赐聪明智慧伫阮的建委会，也纪念建委会的同工因的调活，求主你赐福阮伫教育馆的起造，果然会当完成主伫阮的教会。下落即个见长见人的异象，互阮的教会真正会当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为着主的福音，为着主你的国度来打拼。主，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听祈祷的主，愿相信你即时临在伫阮的中间，恳求圣神保守带领，天君天使围围伫阮的圣殿，甲阮同心学乐。求主你高活张牧师今日的喙，互圣神感动伊，会当来传讲主你的教示，也赏赐阮有受教的心，通来领受主你的旨意，行踏伫阮人生的路站。愿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福气。但即时，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度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用四读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
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请看启应文第62篇。启应文第62篇，腓立比书第2章，伫咱的圣诗的后壁面1113页，请咱同心来启应。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正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请同齐来，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请咱煞接来读圣经，咱要来讲读主的话。今仔日咱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伫台语汉语版的圣经新约的部分63页，和修本的圣经新约的部分85页。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因为有侪人将咱中间已经成的事，捌牙笔来排列做断，就是照遐个做道理的车用的人，对起头亲目看见来传互咱的。我已经对起头详细查考拢总的事。就想着照处事写伊来寄予提阿非罗大人，互你知所学习的的确实。感谢主将伊的话赏赐互咱。赞美，咱要请圣歌队来吟赞美的诗歌，你的话。
咱要将主的话藏伫咱的心内，免得咱得罪主，免得主离开咱。主甲咱亲近，伊爱听咱的声音，要做咱脚前的灯，做咱路上的光。天地拢要过去，总是主的话永远伫地。天地拢要过去，总是主的话永远伫地。正道，今仔日咱真欢迎张德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伊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文理的重要性。有你兄弟平安。今仔日我是总会所定文艺时光纪念主日，受总会派来到伫咱教会，甲咱三角来分享文字的重要性这个题目。拿破仑咧讲埃及的事，为着丰收的工事来学建交，结果伫奥斯林卡斯中文翻做厄西林谷这所在，伫建交的内面学到大批文件。这物件，这蒲草纸的物件，因为当所在的气候真大，所以保持了非常的完整。这物件后来送到欧洲，拿破仑将遐送互一发大图书馆。原主本这大图书馆看到这物件真欢喜，感觉这几啊千年的文物，今仔日会当看到，是非常趣味。所以后来通过一寡学者的研究，感觉讲，这内面都一寡生理人的契约、收据，翁仔某中间写的批，无啥物值得研究的，所以足侪人就甲收咧、困咧，啊，就甲等到一个所在。到19世纪尾，德国有一个学者叫做 Adolf Desmond， 伫 Desmond 研究新约希腊文的以前。新约希腊文是一个足特殊的希腊文，安怎讲？伊甲古典的希腊文无共，单字无共，文法嘛无共。伊甲现代希腊文嘛单字无共，嘛文法无共。所以较早期有一段时阵，真侪人怎将新约希腊文互伊一个真趣味的名，叫做圣神的希腊文。就圣神家己启示的，所以单字甲人较无共。圣神家己启示的，所以文化较无共。毋过我头拄讲这阿道德斯曼，伊有一工伫遐咧研究，伫遐个资料伫遐咧对的时，伊发觉讲，拿破仑摕转来遮个文件99.9几，差不多用要完全相像，单字文法拢甲新约的希腊文相像，所以伊用一个结论，这个毋是圣神的希腊文，这是另外一个时期的希腊文。伊这时期甲叫做希腊语普通话时期，就是讲伫主前300年亚历山大东征开始，到主后330年，伫梵地中海沿海，一般人咧讲的普通话白话文，毋是写做，毋是文言文。是上帝的话，上帝启示伫新约，是用一般人写批的话、写契约的话、写收据的话，用足简单的话咧写。所以文字第一项功能是证明。你要哪知影讲这文件是一个白话字的一个文件？因为迄个拿破仑摕转遐文件一对，是相像的。差99.9%几拢相像的文字，第一项，互咱会当证明这项代志。咱今日读的新约是上帝通过这个文字，要互当时一般的人知影。这毋是圣神的希腊文，是一般的人拢会当明白的希腊文。所以上帝话毋是讲行此以义我也，用即款文言文咧写。是用行安尼来纪念我，用即款的话咧写，迄是新约的希腊文。第一个，
文字的功能是证明，文字伫遐，咱得当证明讲，迄甲拿破仑摕倒来物件是拢相像的。第二个，文字的功能是传达。今仔日你若听我讲道听了无介清楚，转去我有一个周报后壁有拍字，迄拍字遐文字，我想会当替我去传达我要表达的意思。我想文字传达意思，咱已经拢真清楚。咱以前咧读册，不管是国文、是历史、是地理、是啥物，遐课本转去，咱伫厝内咧复习的时，通过遐文字，搁一摆传达老师所要讲的物件，课本所要讲的物件，甚至后摆联考所要考的物件。文字一个最要紧的功能是传达。咱举一个咧，宗教改革伫教会史是一个足大的事件。咱讲到宗教改革，咱就知影，罗马天主教伫宗教改革以前，伊是各国的政治拢介入会着。毋过罗马天主教到宗教改革的时阵，伊就政教分离啊。这个以前伫罗马天主教会当直接各国农民来收税，毋过这个以后伫各国天主教渐渐失去影响力。伫这个以前，教会会当解说圣经，即神职人员才会当解说圣经。伫这个以后，特别是宗教改革，强调每一个人会当通过伊的领袖来读上帝的话。伫这个以前，职业分做两分，一种是神圣，一种是世俗。神圣的职业是对一种传道者，迄是受分别的。平信徒，无论你是律师、是医生，做偌济帮助人的代志，迄拢是较无价值的。毋过，到宗教改革了后，天职这个观念就一再强调，每一项职业，若是为了上帝所做，迄项职业本身就是神圣的。就是一个传道者，伊若毋是为了信仰来做，迄个嘛变做无神圣。会当将这两个规个变过，对政治会当插入各国政治，变到政教分离，等等，这会当规个变过。我想宗教改革是一个足重要因素。论到宗教改革，咱一定爱讲一个人，路德马丁，这毋免我搁讲。路德马丁是1517年。伊伫威登堡教堂打95条抗议文，也抗议罗马教会。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气氛中间，伊写足济对罗马政府的抗议，讲恁安尼做是无符合信仰。我简单举几句来讲，头一个，忧伤痛悔的人无需要赎罪券。到今仔日咱听起来还阁是对。忧伤痛悔的人，毋免阁去买讲要甲赎罪一张纸。第二，咱第一爱建立活我的殿，咱个人的信仰爱建立起来。第二，才建立地方教会。第三，最后才起圣彼得礼拜堂。到即摆来看嘛，还阁是对啊。个人的信仰的建立是所有的建立的殿内面上要紧的殿呐。咱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呐。第三。赎罪券、上帝券、赎罪券转移人对疼心的注意，并转移错误的安全感，来脱解来救恩。买赎罪券，感觉讲我罪得着啥？结果我的罪继续搁犯，无人伫上帝面前无得着清气，这是一个错误的安全感。第四。用钱买赎罪券，无救济善车人，所得到的毋是上帝赦免，是上帝受气。我想类似这种的话，伫迄个年代，到今仔日咱咧读遐话时，要通过文字，搁一摆互咱知影讲，路德马丁迄个时阵，伊所要表达的神学，伊所要对抗的天主教，是咧对抗对一点。咱搁清清楚楚知影，迄个时阵的时空内面，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请问，规本的新旧约圣经，咱今仔日所读的《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也是讲95条的抗议文，咱头仔所咧讲的记遐顶遐的话，
敢用画图画，敢用雕刻，敢用跳舞，敢用音乐，拢总毋是，是用文字表达出来。到今仔日，咱咧读遐个话时，心还阁会热，忧伤痛悔人无需要赎罪券。这话毋若震动到迄个时阵的欧洲，阁将历史带入近代史。文字足重要一个工课是这个传播。我想举一个咱足我近的例吼，巴克利牧师。文字毋若伫宗教改革的时阵发挥遐尼大的功能。文字来到台湾的时，对台湾近代文明嘛发挥足大的功能。我举咱台湾的例吼，1875年，巴克利牧师来到台湾，因为台湾的宣教士中间，迄个时阵台湾人还阁是清国的人，迄阵咧读册的时阵吼，非常学读这个汉字，所以真侪人就无去读，90%几拢无读册。讲汉字啊，读甲捌，讲喙手会拍干，足困难去读。我举一个简单的例，恁想讲汉字敢有遐歹读？我甲大家提醒一样事：1885年迄个时阵是还未有波波摩佛呢。迄个时阵要安怎知影讲这字要安怎读音？用中文系的讲法叫做反切，啥叫反切？伊写一东边的东吼，东。写一个德宏车，我道德的德，我的德人的德，红色的红，德宏车，就是讲你讲德的声母，甲红的韵母，两个甲斗做伙，就是东的发音，听有无？我是听无啦哈。我佫讲我佫较清楚咧哈，东边的发音。东就是德宏，就出来啊！迄个时阵读册是安尼读的啦。我无法度想象啦，是安尼迄时阵的人讲汉字啊，读甲捌，讲喙手会拍结啦。若拍结，拍结拢开拢抠门啦。伫迄个年代，咱知影张老总是教理文系统的一环。咱是足强调爱读圣经，圣经是最悬的权威。毋过读圣经，咱的时阵佫毋捌写汉字，汉字圣经对咱完全无路用。对迄个时阵，咱的阿祖迄个完全无路用啊！要安怎读？巴克利就用迄阵闽南咧事行的教会罗马字，用白话字来教咱的祖。互因对阿姨阿乌学的话迄个伊安尼规个拼起来，变做规个闽南话变做台语，安尼来读教会公布，安尼来读圣经。我毋知影咱虽然教会还阁有人，还阁用巴克利的圣经，用读白话字圣经的无，还阁有无？即款人吼变宝贝安尼，这咱。人讲国宝，咱这回报呢？咱即摆哪来哪少啊？吼！伫迄个年代，要叫伊读圣经，圣经无法度读，伊就翻译圣经做咱的白母话，翻做迄个白话字。咱看时势毋知影，咱毋知外口的代志，伊就真自然办教会公布，互咱通过教会公布，知影甲。台湾内外所发生的历史、地理、人文等等这个事，我读教会公布第一期的文字，互大家听吼，这是巴克利写的。所以，阮豆苦劝，恁着读册来看圣经，毋望恁哪久哪捌上帝道理，也毋免的确我靠牧师还是传道理的人来讲道理，互恁听，因为恁本身看圣册，受圣神的感化。虽然无人来教示，恁要久会知上帝旨意。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吼，东德宏册啊，东真恶，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设榜面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慢。这教会公布第一面，为着要互咱的人看捌字读圣经。
捌字读报纸，捌字有知识，识白话字，互遐个文字到今仔日咱看起来，抑阁非常宝贵。比如讲，这份报纸内面有，即个公布内面有圣经、有教义、有教会消息、有人物的介绍、有世界新知、有历史、有地理、有科学报道，搁文体有散文、有诗歌、有戏剧、小说等等，非常非常多资料，会使讲是一个台湾近代史的百科全书啦。我简单举一个例来讲就好，通过这个，咱来知影讲，迄文字的传播性看偌强，会震动咱的心。举一个例吼，1895年对一年，日本人拍台湾啦，吼，日本人统治台湾，清帝国起头将台湾挂掉。无将这个消息讲互咱知，一般老百姓拢毋知影，是讲互洋行知影，遐做生意的外国人知。是外国人当然即款的消息拢加较紧知，因为做生意有风险，对一个所在做生意可能有危险，伊紧会知，所以上早知。台湾人是通过这洋行知影，台湾人通过这洋行知影，当然大家拢惊着啊，错一个啊，拢戆野啊。内部的人心浮震动啊！怎啊将迄个时阵的巡抚东京上都硬甲留落来。5月23成立台湾民主国，这咱读历史拢知影。林委员邦桥林家做议长，柯宏甲做副总统，刘永福做民主大将军。哇！这我看咱读近代史啊，拢加减拢知影。各类故事就足趣味的。咱要问讲，即几个人后来安怎？第一个，咱讲东京上，迄阵去用杀去做总统，做甲毋真毋冤啦。6月初4做10天的总统，伊就对淡水坐外国船做流选登去长山。咱哪知教育公布有记，所以我常常讲这样事，咱要研究这个1895年的历史。咱毋但爱知影华语的文献，爱知影日本的文献、英语的文献，还佫知影白话字文献。我读了足侪讲东京上迄个时阵，安怎买遐个甲遐兵啊买啦吼，阮叫因迄个大炮的枪心规个拢摕起来，毋通对准迄个淡水河口，毋通对我干啦吼，因为我要走啊，较拜托你啦，这钱互你啦，你著较好心咧安尼吼。你看遐个迄落吼，讲一个大将军去兵安尼拜托我，看着实有够好笑吼。这是东京上刘永福，到10月22嘛照相啊。10月22兵啊放咧，家己一个喙手口口咧，装做一个老阿婆啊，去共买一个红鞋啊抱咧，怎秘去一只英国船，一个英国船的顶头。台湾人这个代志，佫小可有印象，这代志甲叫做啥？无人讲，真诶，我毋是咧讲笑，无人讲是咧讲刘永福啊。日本人有消息啦，日本人咧搞情报是足厉害啊，明明都有情报讲刘永福伫船顶啊，去掠，伫船顶找有人，到船过海峡的中线，消息都确实的啊，搁去掠，都找无人。啥原因？敢知？伊就坐伫女的迄边啊，伊装作阿婆啊，伊无是男的边，人拢足受咱的惯性的思考受迄落。刘永福查甫一直找，你互你去找100摆嘛找无，叫做阿婆人讲。东京上安尼，刘永福安尼来讲柯宏甲，柯宏甲咱的资料搁较少。教育公布，我去查遐资料的时，我看到柯宏甲资料，心我切几下个，心情足歹。柯宏甲，咱今仔日办一间宏甲大学咧少年院。下面我这故事讲互大家听，这是足沉重的故事。柯宏甲发生啥物代志？
教会公布131卷，1896年2月，我照原文读互大家听，一字无加，一字无减。论日本的军兵去台湾山，有兵勇甲土匪咧抵挡因，总是无法因就无法日本啦。遐民主官就咧讲区哦，加一款人啊，有诶真了然呐，若知影台语啊，做了然诶，迄是咧较咧个屁性嘛。有诶真了然呐，收拾行李，暗钱走过内地，走去大陆啦。亲像阮遮一个进士区洪甲做义军的装扮，伫台北收兵倒转来，散赢，伫5月21暝，花溪县逃走过去，无互伊的兵知。5月22天袂光，遐义勇的兵听讲装扮走，总是毋敢真实，就去装扮因厝，看无人，才有人煞摕物件。到较晚，伊的兵勇拢招知，遐兵仔的口娘袂清楚，要甲因的哨官，就是较低级的军官清谢，要甲因算数讲，我几日的口娘都拢还袂来，我薪水都还袂落来。做顶头的人就做伊走，迄粒兵真乱，有诶去装扮的厝，摕伊内面的物。2、3日，兵搁去装扮的厝，注意听哦，兵搁去装扮的厝，摕粗围拉我。就是遐无简单的物件咧，厝里咧搬哦，上海粗灰、起角的，啥物拢甲摕掉啦。门窗护线也搅去，掺鱼池仔底鱼仔嘛拢掠了。厝内一真清气，摕甲有够清气，半项无剩。这是教育公布所留区洪家的资料。我今日搁讲倒转去。咱今日起一间洪家大学，到底是要写念啥？这文字传达到今仔日，我直接念互大家听。咱设一间洪家大学，到底是要写念安怎？兵啊淡淡的做伊走，安尼是英勇的行为，安尼，咱是咧写念安尼。赶紧走袂赴小弟清白的，然后佫过几工较安全，才小弟甲接出来。咱是要写念安尼，啊是少年讲人捐20万互你。互你通去甲拍日本，叫20万落地底地地怎做伊走？咱要少年安尼，咱对细汉较大所读的教育，足侪真正迄资料爱定心，搁爱搁起查，定心爱搁查考，定心爱搁思考。咱到底通过什么款的文字咧传达什么款的信息？但我今仔日。将教会公布所写的资料清清楚楚念互大家听，对19世纪传播到今仔日，互咱头壳底个重新来想，到底伫咱的周围中间，还阁偌济是无应该存在的事。礼拜两敢是讲真理的所在，礼拜两敢是讲应该讲的代志的所在。我读。连战林阿公啦，连振东，伊台湾通史库翁家段安尼写，讲成败由人，无所不喜的，独习其为，吴汤兴、徐乡所耻笑。连亚东、连横早就知影这项代志。伊讲这项代志要用成用败来论一个人哦，我无爱啦。成无一定讲伊较敖啦，败也无影讲伊较慢啦。时运较歹尔，所以用成败要论一个人，我无爱啦。我简单可笑啦，可笑啥物？有一天，伊若去阴间去拄着吴汤兴去徐乡，徐乡是啥物人？吴汤兴是啥物人？是当时安尼足热血青年来甲区王家讲，来日本人来，我甲伊拼。结果伫迄个八卦山，甲日本人拼10天死伫遐。结果你这主角。20万摕咧，迄是要买我来要招人，要兵器的，20万砸咧，做伊走。我敢可笑，有一天你若去拄到因两人，你有啥物面去面对这两人啊？连战连讲就知影这个代志。文字的第2项足重要功能是传播。
今仔日我阁将这个事阁一摆传播伫咱中间，互咱知影讲，阁来重新思考，真济咱惯是安尼想，惯是安尼知，可能足济咱阁等于第一手的资料，重新阁来查看卖啊咧。文字最后一项功能是，互人开咱，互人开咱。我顶头迄个周报顶头，我写1886年是吧？迄个167，迄年代毋对，迄个是1886年才对，吼，我写了毋对，迄时间甲改过。167，我常常爱讲哦，台湾人，这河洛人哦，足无尊重女性。咱以前的祖吼，有诶足要求，真正吼重视男性，轻视女性到什么程度呢？我捌看过一个逆婴图，对啊，生出来是查某囡仔，叫伊安怎甲钱入去暗缸内面甲淹死，佮画图教你安怎淹。清光绪3年，咱有一个宣教师伫台南，暗时12点就出来伫台南，啊，世界踅咧创啊！看有啥物人生查某囝，啊，怎往外口弹无？迄已经是太久还无甲淹死哦。看我弹出有啥物人袂做你捡我走，结果成立台湾头一间孤儿院。你讲我女性的地位遐歹，敢真正拢连一个女性读册的迄个都无？我有清朝的女性有人读册，三个条件：第一个，因厝好野人；第二，读到12岁会使毋免读。汉字捌一寡，后摆恁囝做生意若失败，讲妈我搁欠偌济，迄欠偌济看有就好啊啦。会晓寄，会晓写批，会晓写名就会使啦。第三，学的内容是啥呢？3从4德啦。老爸伫咧对老爸啦，翁伫咧对翁啦，翁无伫咧对囝啦。所学的学问是即种的学问啦。将知识化作知识，对什么时阵开始？台湾史爱对北部教会1885年的副学堂开始，马偕设立的副学堂；南部爱对1887年中英女中，86年是刊教会公报，1887年设中英女中或者新老女中，对这个开始，我。从1887年的迄个招生简章吼，我读一个互大家听咧。1886年是的，1886年吼。开设女学写7项，还伫教育公报顶头，讲我欠学生囡仔来遮读册，啊，请恁鼓舞下查某囡仔来遮读册。第一个，凡有查某囡仔要来读项的家私，因嘛会使将家己要穿的衣裳扎来就好。厝内所有遐物件拢替你备办好啊啦，你衫也扎来就好啊啦。第三，人要来读册，每半年就爱扎2个价当银来贴做伙食的所费。学费免，啊，毋过食饭钱爱纳2个价当银。第四，所要学习的，互注意听，要读什么？白话字、写字、语言、算术、数学、各有的女工，即卖继子教育，亲像做衫、请鞋啊迄号。第一要紧就是读圣册，佮有圣经、宗教学，望对细汉就通受圣神的感化。第五，我要请人甲因主责，做较粗重的工，技有较轻巧的，家己也着斗欢喜来斗用。第六，伫学内所要用的册、字谱、笔墨，阮拢有备办便便。注意听第7项，所要来读的囡仔要紧毋通有白卡。那已经白了的，大声就该偷。哦，我讲这句话是台湾历史上的逃放宣言、解放宣言。
唔通把女性的身躯，嘛唔通把女性有可能发展的心智。伊甲查甫拢平平相相，人拢有上帝所赏赐的形象，袂使看轻，袂使欺负，袂使抬伊，就培养伊，互伊读册。我足感谢上帝，台湾头一个女医师蔡阿信，就是即款背景读起来。我看蔡阿信的迄个成绩单哦，我看啊欢喜甲，毋是讲伊分数足好个啦。佮读历史、地理，佮读音乐、英文。咱即摆感觉足自然的代志，列位，这是伫历史中慢慢变起来。啥物人开第一枪？教会。啥物人发第一声？教会。啥物人开始讲着关心女性，着尊重因的性命？是教会。唔通拔因的骹，若有人拔了的，就甲伊透。迄产生溃烂的，迄个台湾史的顶头，这文字产生溃烂的，迄毋但伫教会内产生溃烂，渐渐因为伫社会上后相共意志的人，大家做伙努力，互台湾变做一个完全佫无拔骹的所在。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阮附近一个，我拢叫伊长山婆啊，对大陆来，我穿一个管带的，毋是管带的啦，迄个。鞋啊，下骹渐渐啊，行落，哭安尼，骹细细个啊，我骹细细个，佫足够行路呢。阮老母甲我讲，你毋知影，人迄长山坡啊，足够行路。迄毋是啦，迄是白了无够细啦，迄白了佫较细，我都看伊要怎行。愿上帝帮助咱，文字会当扮演证明，文字会当扮演即个传达，文字嘛会当扮演互人快乐的角色，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教会公布，伫即个文字书工纪念主旨的是，搁一摆重视文字书工的要紧性。伫即个总会所定的纪念主旨，搁一摆甲大家拜托，咱来为伊奉献。希望伫新的一个年代，咱搁较会当，互文字书工搁较会当发挥搁较大功能，搁再更新搁一摆。迄个台湾的即个近代文明，即个现代文明会当搁较好势，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通过1875年巴吉勒牧师来到伫阮中间，伊16岁就写献身书，然后当年伫献身书顶头签名，伊伫阮的中间。设立到教会公布，翻译标字圣经，办台南新学院，也编字典，就将伊一生奉献予你。伊一生所做，这个拢是文字工作，所影响的是整个台湾，甚至台湾以外所有讲好话的人。主，阮为着你赏赐这个人伫阮的中间，献上阮的感谢。主，阮也恳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回想这一历史的时，帮助阮。真正，搁一摆唤起阮每一个人对文字书工的重视，互文字书工伫台湾搁一摆创造一个新的时期。通过这个新的时期的大家努力，搁有一天，希望大家回头看阮今日所做的事，会当归荣光互你。但愿将阮今仔日所思考的，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咱起立，咱要吟全首。就要
请坐。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咱来吟奉献的诗歌，献做活祭。请咱同心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34节。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我读一遍了后，请咱同心来读2遍。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请咱同心来念2遍。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感谢主，将伊的话赏赐予咱。即时咱要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戴敬贤老师。咱大家大家欢迎，请伊前后的兄弟姊妹甲伊握手一下，好不好？哈，请跟他握手，欢迎他。还阁有今仔日第一摆来的无？若无，咱由愿要感谢张牧师，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带予咱真多的信息。好，这时请咱先来关心圣工。听
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会事工。7月12暗时7点半，幼新幼儿园举行第50届毕业典礼。迄日暗时的祈祷会伫2楼办公室举行。7月初5至初10，本会科牧师牧师娘前往马来西亚新山圣公堂3甲服侍。7月丰盛人生通到交台道学习办公室来告买。8月初4本会有圣礼典，第2堂要洗礼。以下是报名的兄弟，请关心代祷。2019甲根据违约已经进入利未期，请兄弟踊跃参加。第2季若完成11摆的进度的，会当到交台道来领册。本会今年的国内国外服务福音队，请同齐关心奉献。福音队司令场7月17至19。中道伫阳明高中需要8位兄弟协助中道堂的处理，有意愿的兄弟请往办公室报名。7月26、27，袋鼠爸妈小组伫淡水举行妈妈的安静旅行，欢迎厝内有国中以下的囡仔的妈妈报名参加。详细情形办公室或是语文团队来甲因问。爱家团体举办加入太师研读，这是时间表，欢迎报名。教育馆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的装潢临现项目伫交台道，欢迎兄弟参与。请同心来关心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咱继续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代祷，愿上帝安慰医治。遮有一项补充的报告。咱的教育馆起造的中间，咱拢有一个活动，就是小猪的奉献。伫教育馆的建委会已经在申请使用执照咱要配合这个工程咱即届已经有决定小猪奉献要回家，小猪回家的日期是伫7月21日以及11月24。也就是讲，咱下半年咱有2摆，第1摆是伫7月21，第2摆是11月24。所以，请兄弟姊妹，如果你的厝呢有在养小猪的，请你会记得7月21迄天的主日甲你的小猪摕来奉献，请大家注意这项的代志。下面咱要进入咱的公道的时间，除了咱伫周报顶面咱所看见的事项以外，我相信咱还阁有侪需要代祷的事咱有个人的，也有教会的，尤其是咱的教会伫今年暑假开始有侪宣教的团队在进行，望咱袂当去到伫前线，咱也会当伫咱的祈祷中相参加真侪宣教的勇士。所以即时要请兄弟姊妹参加起立，咱为着咱心内所伫意的、所关心的每一项事。摆咧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伫祈祷煞了后，要请张牧师带咱来做这段的祈祷。请张牧师带咱做这段的祈祷。同心祈祷。
天父上帝，我每个一摆为阮水灵教会，谢谢兄弟姊妹因身体健安，心情艰苦，我们为了因摆在伫你面前，阮求你照顾因，通过因的医药，通过一个人关心，互因的病情会当改善，完全得到好。主，恳求你保守照顾因，阮清楚知影这样事，就是阮伫世间有苦难。 毋过，阮通放心，因为你赢过这个世间。主，阮也要为死去济的兄弟，伫这个教会咧实行。愿主你保守每一个兄弟，拢会当得到平安，也果然会当照原来的进度，会当做甲好势，将你的名传到大家角落。阮特别也为台湾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台湾，一块遮尔水的岛屿。 主总是伫最近有一寡假消息，为了选举，有一寡政治人物，互阮看起来，阮实在心真烦恼。主，阮恳求你帮助阮，真正照顾台湾，互台湾可能真侪你所喜爱的岛屿。特别阮也为2020年祈祷，主恳求你愿你的旨意成，愿你竞选主你合你心意的人来治理台湾，互台湾成做一个主你所喜爱的所在。 阮无受战火攻击，阮经济发达，阮人民徛起安乐平安。主帮助阮，阮将这个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也将阮教管的行见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你互伊一项项来完成。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同心来吟上言的诗歌。 圣诗394首，圣诗394首，即时礼拜特别煞，吟诗煞，咱要请张牧师来做祝祷。即时礼拜特别煞，来吟诗通诗煞，心歌上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帮助，甲恁众大家三角地带，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